1910年代，日本政府在台湾推动世界改正，陆创更加嘅都市计划，带动民间传入欧洲嘅建筑风格元素，像桃园太海、韩国新竹湖口嘅老街牌楼，如係嘅當時最典型嘅建築。中立時期也有一棟紅磚嘅戲嘅，喺火房隔壁嘅洋樓，係嘅當時中立有名嘅醫生劉興橋嘅老屋。劉興橋因為歸路客人移民去美國過後，也用樓路邊嘅行了按多年，一直到去年呢，蔡天人發起來修整，同劉屋後退人向下屯也為80年歷史嘅洋樓，營造做藝廊，展出蔡天藝術家嘅作品，老建築重新有為文化價值。下祖石頭和路燈太熱，依度民眾來到中立時期也嘅藝廊，發揮咧空間地度，無論看轉哪隻方向，都看得到一棟專逢設咧洋樓，充滿咧異國風情。我來之前我先上網查過，然後那時候看到那個建築，我就已經覺得哇 amazing，就是怎麼是紅樓，就很像西門町的那個，可是西門町的不是可以吃東西的地方，就你進去只能參觀，然後你就要走了。The Red House, yeah, it's bringing the modern with the old and blending it well, and I think it's done very tastefully here. 蔡天人講起鳳樓為亞東兩層樓，已經有80年的歷史，係朝拜中立興橋醫院創辦人劉興橋為老屋。不但有派條嘅山上，韓國看江嘅盾呢，ผู้เข้าห้อง將嘅貢獻實現，都看得出嘅樣子，也無人有幾好嘅。劉屋喺中立政治上非常重要，喺經濟上呢，加一個劉興橋，佢攞個劉興標，一直做政治，一直做中立當代語言嘅演奏。所以，中立嘅事業，個地方嘅名人來講，佢佔非常重要一席之地。1930年代，劉興橋家爸劉家生因為做工業做到生意當好，啲劉屋工廠原來提順好起嘅亞東洋樓。建築嘅形式受到嘅樣式日本時代西洋化嘅風格影響，屋背後嘅花園。還有江南嘅小橋、山水景觀等貼片。詳細看下，還保留嘅鳳凰廊，看得出嘅樣子，民間對上戰都有愛做空襲嘅準備。第一次世界大戰加個日本人空襲當洋蔥，所以加個做個空襲嘛，佢屋下後邊要做得當現代化防空壕，所以嚟講對家社會嚟講，非常進步一隻嘅洋樓。等劉興橋老醫院數起來，幾萬人移民到美國，亞東典雅洋樓是無人管理，風氣幾行年。1970年代是有人飄來做傳統，下橋行係中下去結束嘅。叫是向下參加規劃嘅反共權貴，對老建築嘅用心，留為後代子孫對其行係印象當深。田我用幫你處理，安全我幫你做，樓梯我用幫你做，所以各項我會落去溝通用，得到去同意，不去從參與的文化的改造的工程用啦。當好路條擺嘅東西，每當為企劃行社會反共權貴，係利用他們客人。去年轉到中立，看到風流無搶條擺安排條嘅，用熱心嘅同劉屋後台表示，佢對亞東老屋嘅想法，希望老風流變作藝廊，來盼唔少人門票嘅藝術展覽，為行下多年，行景也錯，充滿故事嘅建築。那種景區影響年輕人誒。
是讲了当下你是影响它，当下是本地来只提供来只场所哈，本地来发挥啊用啦哈，所以具有佢嘅新的佢嘅创意。那你不只要有旧的文化，那种新的文化也很重要哈。年轻人，陪上你绕该古迹哈，重新摩擦出一个新的火花。過去10多年，在個雷上用料，佢發現呢度昆장嘅東西都快啲咧，不但未會流水，呢度長到從本地嚟用嘅。老人研從研究無長嘅風料，展現出幾種時嘅方法，除咗愛事前，還愛耐心嘅同步做溝通，相互幸福。因為哈雾會當哈影響漏水程度啦，所以雾會當就擺喺度房東通知哈，喺度雾會當哈落去現體去沖走啦，沖走，但是呢，一隻防水、防漏、防潮啦哈，但是外觀來講，完全是原來一般煙的樣子啦哈。條擺名人城市生活的空間，一下係現代藝術的舞台。民眾來也見觀賞藝術家的作品，每一場行到轉起路條擺。第一道路橋建築，等等都市開發模態的一下，總來風流大部民間的合作，又在個展現出文化的價值，提供俾大家對古蹟保存另外一種思考。